香港通道連接泰國，大家好，我係 Good Channel Thai 對到泰國嘅潘永啊。今日咧帶大家嚟到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去參觀國際電子電路大灣區展覽會 CPCA Showcase 2025。今屆展覽會嘅主題咧係創新驅動，深耀未來，規模咧都相當龐大㗎，有超過390間嘅參展商，展出嘅面積咧達到4萬平方米以上㗎。CPCA Showcase 2025精準呼應產業變革需求，全面呈現由設計到製造、設備、材料到應用，完整產業生態閉環。今年匯聚 PCB 產業鏈上下關鍵廠商，香港通道連接泰國。作為泰國超級聯繫人，我們受邀參展並設出海服務中心，為廣大參展商與入場觀眾提供泰國商業顧問服務。詳細講述開立100%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流程。喺眾多老闆表示，企業出海係絕對必要跟住供應鏈客戶出走，否則不出海就出局。展期3日，我哋已收到過百個出海查詢，再次感謝客戶嘅信任。全球 PCB 企業積極出海泰國，上游主要為材料供應商、生產設備供應商，中游主要為 PCB 製造商，下游為終端電子產品組裝應用端。根據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指出，2022年至2025年6月，外商喺半導體同埋先進電子業務錄得大幅增長，投資額超過7000億泰銖，其中180個項目專門針對印刷電路板 PCB 嘅行業，總價值超過2000億泰銖。數據證實，泰國已經成為東盟第一、全球5大 PCB 製造中心。對到泰國 Good Channel Thai 作為泰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我哋全力保駕護航，為各大參展商提供專業可靠嘅商業顧問服務。至今已協助過百家企業成立100%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包括眾多 PCB 嘅企業。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歡迎致電或者 WhatsApp 84003589聯絡我哋嘅專業顧問，了解更多。